水节。哎呀，哪会甲阮破水？吼，你是安怎？拄面就甲阮破水咧？歹势啦，恁毋通误会啦，我是咧甲恁祝福呢。是安怎讲咧？你若无讲清楚，阮是会生气哦。今仔日是圣诞节，就是阮故乡的新年啦。煞落来，大家会用清气水相伴，这是毋望大家大细拢甲旧年的歹运洗掉，会当伫新年头重新出发。奇怪呢，像我都想无啊，是安怎爱用水伴哈？我嘛毋知影。毋过，咱会当去问阮上巧的阿嬷。阿嬷，阮先祝福你身体勇健。阿嬷，我甲阮同学转来厝啊。小等阮阁要去参加破水节的活动。阿嬷，阮先要树叶啊，甲你净身，祝福你规年通天，会当身体勇健，平安顺遂。阿嬷，你敢会当甲阮讲？新年的故事是安怎？哪有破水节哈？好啦，我就来讲这个趣味的传说，互恁听。古早，伫西双版纳有一个传说，听讲这个所在原本真平安佮富足，遐呢的国王有7个美丽的查某囝。大家拢幸福咧过日子。有一天，走来一个恐怖的魔王，伊害死真侪百姓。国王烦恼无法度制止，加在上介巧的细汉查某囝，想一个计策，趁魔王困落眠的时阵。用来剑把魔王的头剁落来，不过魔王的头煞着火起来，头壳扔到倒位，遐就会着火，失假伫咧凌迟老百姓。国王的查某囝真镇静，赶紧摕水把火灭掉。落尾啊，老百姓才会当继续平安过日子。为着要纪念甲感谢7位公主，百姓就将破水的风俗流传到这当今。安尼恁知影是安怎要破水的原因无？哦，安尼阮知影啦，真感谢嘛。即摆阮要来去参加破水节的活动啦，大家来破水咯！北港国小林梦佳、李家珍、李家柔。